係三年圖評論啊，各位觀眾好，已經係2026年嘅8月2號嘅凌晨啦，同大家更新下啲馬圈嘅消息啦，有關練馬師同埋一啲見習生，尤其是嗰啲海外見習學員翻香港嗰個動態啊。嗱，首先就講下姚本輝先啦。嗱，而家就沙田又開操噶啦嚇，就暫時嘅動態咧就好似羅富全同埋呢個叫做係毛偉傑呢啲馬房，好似比較積極啲。咁睇下佢哋係咪季初啊真係會搶攻啦。嗱，而姚本輝咧就因為佢有嗰啲袁幸堯啊、遨遊氣泡啊、陽光勇士係話題嚟嘅，咁佢都有接受訪問，咁所以就綜合講下姚本輝先啦。嗱，首先就講袁幸堯嗰度啦。袁幸堯而家就因為佢嚟緊季初就可以跑馬地噶啦。就姚本輝對佢就讚不絕口嘅，就話佢學習態度好，學嘢好快。希望佢吸收多啲經驗累積啦，持續進步咁話。咁其實講真啦，呢啲説話咧就幾年前都可以講噶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就因為當初其實袁幸堯未去澳洲實習之前，就已經有跟隨過姚本輝馬房去工作噶啦嘛。咁其實嗰陣時，即係佢聰明，就應該嗰陣時都已經聰明噶啦，係嘛？學習態度好都應該不變嘅。咁所以而家呢度就佢變咗係即係順勢讚下個徒弟啦，係嘛？亦都嚟緊。事實上咧，因為佢能夠跑馬地咧，變咗姚本輝有一紮谷草馬咧，就變咗特別吃香啦。嗰啲日馳千里啊、千杯競典啊、飛輪霸嗰啲咧，當堂有個袁幸堯減10磅係好惡。大家即管可以留意啦，係嘛？尤其是季初姚本輝嘅馬。遨遊氣泡方面咧，就佢冇跑到遮打杯，當時就話佢傷咗嘅，咁大家就未必係咁詳細清楚咩事。咁姚本輝咧就喺暑假就同記者講翻係咩事啦，就原來咧就話說隻馬係自己啊喺從化嘅馬格入面整親自己喎，跟住咧又驗出咗呢個左扶關節腫脹，可能呢啲就唔知係咩事啦，總之自己貪玩。定係話真係從化方面冇姚本輝或者姚浩峰睇到實，就照顧有少少唔係咁專注。呢個我哋唔猜測啦。總之就姚本輝就講完呢樣嘢咧，就係確定呢樣嘢咧，就係話隻馬嘅健康係完全冇問題嘅，只不過自己整親嘅啫。嚟緊下季即係今季啦嘅部署咧，就會10月19號啊先至會復出，就跑沙田錦標。呢個都相當之合理噶啦嚇，即係最頂級嘅馬多數就唔會9月先跑嘅。嘉應高升9月跑就因為佢要備戰珠峰錦標，佢先要9月跑啫，係嘛？其他嘅馬匹咧，即係通常等10月甚至11月先出咧，都未遲嘅。因為備戰國際賽係12月啦，咁之後季中季尾嘅大賽漫漫長路嘅。而遨遊氣泡姚本輝又講明係冇問題嘅嚇，只不過自己整親嘅啫。大家可以睇翻佢嚟緊呢個馬季會唔會有翻啲好嘅成績啦。陽光勇士咧就姚本輝又係話唔會去韓國嘅，不會去噶啦。就因為佢本來報咗名啦，跑韓國杯啦。反而樂勝天下如果入選就會成行。剛剛最新收到嗰個名單啦，韓國方面公佈咗啦，樂勝天下就落選嘅 OK。即係話姚本輝又冇馬遠征啦嚟緊。可以搭單順便講埋嗰個陣容啦，係嘛？香港嘅陣容啦，同埋即係日本亦都有啲咩馬入選啦。就杯嗰場咧，就陣容就理論上係應該強啲嘅。日本咧都派咗2隻馬。一隻咧就嗰個叫宙斯山洞咧，即係第2隻啊！我哋畫面見到就係衛冕嘅。上年贏咗禪聖輝煌嗰隻啦，似係龜茲跑噶啦，應該都係嗰位地方騎師跑噶啦。另外有隻咧就叫Sunday Funday啊，唔係 Friday 啊嚇。就遲熟少少嘅就6歲馬，今年就跑4次贏2次，就包括3級賽咁樣啦。都係一隻叫當喜嘅6歲馬。香港方面咧就陽光勇士唔會去咧，就即係話淨係得嗰隻浪漫戰神去啦。浪漫戰神入選其實都合理嘅，因為佢贏咗皇太后杯係谷飛嚟噶嘛。另外佢亦都有啲泥地賽績啦。亦都大家唔好忘記佢喺英國贏個表列賽噶嘛，係嘛？之前古摩亞馬嚟噶嘛，所以入選又相對合理啦。但係而家暫時就得香港得一隻馬，睇下會唔會補其他馬補選入去啦。即係如果陽光勇士退出咗之後啊。至於短途方面，2隻香港馬入選就自強不息就衛冕啦。另一隻就高分啲嘅美麗第一啦。我諗自強不息，大家嘅看點就喺毛顯東嗰度啦，係嘛？相信到時又會好多 like 噶啦，一見毛顯東啊，當堂好多 like 噶啦，睇下到時點啦。
咁啊嗱，日本嗰兩隻咧就幾強嘅，而家睇嗰個牌面，尤其是第一隻嗰個叫 T.O. Everest 嚇，即係貓王咁啦嚇，就嗱呢隻就好犀利嘅。喺日本就即係夾埋美國賽績就跑9場贏6場，咁喺美國咧就贏咗場谷溫噶啦，已經贏咗谷溫喺5月嘅時間。咁我有朋友咧就認為呢隻馬就應該不會去韓國噶啦。嗱，唔係我的朋友就是我啊，真係我嘅朋友啊。咁我見佢咁樣講，就因為就話嗱，如果正常嚟講佢跑完美國谷溫都以育馬者杯為目標啦，不論1200或者1600嗰場都好啦。咁啊，犯不着係再去韓國嘅，因為嗱，你去韓國9月，咁你之前都要坐底去到韓國要咩檢疫隔離都坐住2個禮拜以上啦。跑完跟住又去美國。又要再隔離檢疫，又係坐住2個禮拜以上，咁冇理由成日隻馬經常去檢疫隔離，同埋遠識得好密啊！你同埋由韓國去美國都半個地球噶嘛，都好遠噶嘛。如果真係育馬者杯係目標嘅話，不如索性早啲去堅蘭馬場啦，即係育馬者杯。咁啊，跑一場熱身又得，或者喺日本熱身一場，再去美國，直接去美國都得，就唔使檢疫隔離咁耐時間啊嘛。咁啊，所以佢都有佢嘅道理喺度嘅。咁但係而家咧就據稱就話呢個 T.O. Everest 就幕後未決定會唔會去。咁啊睇下會唔會去啦。嗱，如果真係成行嘅話咧，佢係應該係掃晒嘅嚇，因為美國都贏到谷溫啊，美國嗰啲短途馬泥地幾犀利先得㗎，係咪啊？同埋佢哋嗰啲針藥啊比較嗰啲條例啊鬆啲㗎嘛，都能夠贏到啊，真係勁㗎啦！即係等於之前有隻跑杜拜世界盃跑第5嘅馬走去跑韓國杯啊，即係掃晒啦嚇，同樣嘅情況。咁嗱，如果唔去嘅話咧，就美麗第一同埋自強不息都有啲勝算嘅嚇，因為另外嗰隻日本代表就嗰啲地方嘅馬嚟嘅啫，就唔係特別強。咁啊，睇下到時點情況啦。咁啊，跟住都更新下有關啲見習生嘅情況啦。咁啊嗱，例如海外受訓嘅見習生咧，咁啊，我見到有報紙特別講呢個薛兆恒。咁啊嗱，薛兆恒就之前其實我有講過嘅，即係佢啊絕對都係希望之星嚟噶啦。咁啊，唔係話特別，因為佢係薛順強嘅仔就一定得，咁而係真係佢表現出嚟係有咁嘅能力先會咁講嘅啫。咁啊嗱，就我見到就話佢喺南澳贏咗45場，嗱嗰個45場咧就其實包埋鄉村城市嘅頭馬嚟嘅，城市嘅頭馬佢暫時就唔係真係好多嘅啫，同埋佢嗰個支持度亦都唔算話特別勁。話剛剛今日8月1號啦，佢喺萬富圍都有上陣嘅，咁啊但係跑9場佢就騎3隻馬啫。咁啊，我見到都有個第2咁樣啦，咁啊不過不失啦個表現，即係暫時嘅支持度就唔算好厲害，即係又係比較啦。當年潘明輝嗰種咁樣嘅去到冠軍級即係最 top 嗰1兩個，佢就未至於，咁但係都有啲能力咁啦。咁以我睇咧，即係佢以而家嗰個進度咧，好有機會係下一個返香港嘅見習生嚟。咁啊，除咗因為佢嗰個天分之外咧，咁佢嘅表現都幾穩定。嗱，我哋用我舉場長途嘅賽事啦，就唔係今日噶啦，之前嘅跑場2200米，睇下佢嗰個功架咧。嗱，呢隻馬咧就排第5檔，就8號馬，就白帽藍衫嘅，咁啊頭先箭嘴指咗啦。咁啊一起步咧就捉後嚟跑嘅特登啊。咁啊嗱，我覺得全場馬咧佢少少嘅瑕疵就係呢度咧都有啲咁多人馬角力，咁但係就冇噶啦。你喺澳洲跑長途咧，早段揼到好慢好慢嘅啦，咁啊所以都你見到就算佢嘅前面嗰啲騎師都有少少彈下彈下咁樣，咁啊但係至少都叫做 hold 得住隻馬先，就冇早段消耗過多嘅氣力。咁啊嗱，呢度我都 cut 咗好多啦，去到最後88咧，隻馬都仲係留喺比較後嘅位置，佢係特登揀內檔上嘅。咁啊，因為見其他馬開始移出啦，佢係慢慢喺入面推進。咁啊，呢度咧隻馬都走得幾順嘅。咁啊，同埋佢嗰個係咯個騎色咧，都係即係幾叫做 standard 嘅嚇，幾靚嘅。咁啊，嗱一路喺入面啦。咁我哋睇下佢末段嗰個騎色啦。咁啊，入到直路都索性見其他馬篩出去，佢都唔攞出唔篩出去啦。嚇，裡面有位咪裡面上咯。咁啊，呢度嗱前面嗰隻就贏啦嚇，走甩咗啦。咁佢喺內欄呢度上。立腳打，揚幾下，再邊，咁啊冇啦，前面嗰隻都贏緊啊！咁佢見到呢度都搏得幾低啊，同埋都走得幾順。
嗱，而家就袁幸堯就差唔多減7磅啊，咁我唔知今季嘅季尾會唔會再有見習生翻香港？咁正如頭先講啦，好有可能都係薛兆恒。咁啊，但係而家喺海外受訓又唔止得佢噶嘛。嗱，而家西澳洲就應該有3個嘅，就有小弟之前講過嘅曾佳興同埋張文君啦。咁啊嗱，就本來就我覺得曾佳興又好似最初幾好喎，咁跟住阿張文君咧，亦都漸入佳境。咁啊，而家兩個都係喺叫上升嘅軌道上面，慢慢進步緊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就去咗西澳洲嘅，就新啲嘅，就叫做 Jason Lee 係李樂臣啦，中文名叫係自己 cap 咗圖都唔記得咗個名。咁啊嗱，就因為報紙嘅報道，佢話一出道咧喺澳洲就大四喜，相當之犀利嚇，贏4場。咁啊，但係要搞清楚嗰啲馬場咧，就鄉村馬場嚟，一浮都唔浮嘅。OK，咁喺嗰啲馬場贏馬就我又唔敢講話冇意思，但係就不能作準啦。因為佢西澳洲直情係咁樣分嘅。即係你喺鄉村馬場冇磅減咧贏到，但係你喺城市都仲可以減緊3K 嘅啊！即係佢完全分開計嘅，咁個水準或者嗰啲騎師爭好遠嘅都得㗎。咁所以要城市馬場有表現先能夠作準。咁但係都即係證明呢個李樂臣呢有啲基本嘅能力啦。嗱，仲有一個或者有2個女仔係等緊嘅。嗱，其中一個就係叫吳喬恩啊。咁啊，已經係試過集啊，亦都出過去受訓，就未上陣嘅，就唔知去咗半年，跟住再翻嚟香港又騎一陣，咁將會去受訓見習噶啦，咁樣，咁呢啲又係等緊嚇，咁啊，所以都能夠有機會等緊翻香港做見習生嘅人都好多，咁啊變成咧嗱，我啊見到就早幾日係有報道啦，就係呢個黎燕麟啊。就其實而家已經25、26歲啦，即係講緊已經好有經驗大師兄噶啦。咁以為會唔會係袁幸堯之後係佢咧？咁結果就唔係啦，佢翻嚟香港就做咗騎馬人啦，已經。咁啊就係呢個蘇偉賢馬房騎馬人。咁啊冇計啦。嗱，其實我見到就黎燕麟嗰個策騎嘅能力都 OK，即係如果佢翻嚟做減10磅見習生都可以。咁但係就唔知係咩原因啦，或者即係有能力嘅，或者等緊翻嚟做見習生嘅人太多，咁啊總要有犧牲啦嚇，或者之類啦。咁啊而呢個黎燕麟就犧牲咗啦，可以咁樣講啊嚇，俗啲咁樣講。咁但係因為而家已經有黃寶妮同埋袁幸堯啦，咁之後仲有其他新人係排緊隊，佢哋都有能力啦。咁啊可能就因為呢個黎燕麟嘅年紀都唔算輕啦。咁啊，變咗就冇咁嘅機會啦嚇，即係覺得就不如俾啲後面上嚟嗰啲啦。咁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喺幕後上啦、輔練啊、練馬師之類咁樣啦。咁啊，如果站在我純粹睇佢嘅策騎能力咧，就覺得佢冇得翻嚟做見習生咧，就少少可惜。咁啊，呢個我嘅睇法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